打发回事了。徐薇老师教课教话喽。请问徐薇在吗？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请问齐薇有在吗？请问，我想这是大家最熟的了，对不对？徐薇老师教很多次了。请问齐薇就是我啦。徐薇有在吗？有就是有没有的有，有在有在吗？么就是吗？对了，请问齐薇有在吗？啊，他还没有回来呢，佢还忙转来。佢就是他，还忙就是尚未还没有，佢还忙转来就是回来的意思，转回来转来，佢还忙转来，还没回来哟。那这样子哦，我是，那你要说自己是谁，对不对？我是他的朋友，我是他的朋友。我是他的朋友，朋友就是朋友。我是他的朋友，转来的时间，他回来的时候呢，请你跟他说，请佢打本来。打就是打电话的意思，打本来打给我，会了吗？我们来看今天请谁示范演出。请问张小强有在吗？佢係忙轉來呢。我係家嘅朋友齊薇啦，同佢講，請佢打電話本來。哪位攞佢講啊？再見。再見。徐薇老師要來隨堂抽考哦，請他打給我，怎麼說？請佢打本來，按耐，按厲害。好，按自 C，認真學習哦，拜拜。